爱做原底是好意，为着要来照顾弱势族群设计出来，却常常引发有老大人甲少年辈为着咁样让未来起冲突。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即阵就初审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修法，要甲这迫爱做改名号做优先式。另外嘛要甲让予老人、囡仔、行动不便的人优先坐，这款的讲法，改做有实际需求的人拢会当来坐。 不爱做小孩子不能做。那没关系，那我们到你们学校去问你们校长。高中生因为坐伫迫害座无让位，互穿红色妇女念甲哭出来，这是顶日啦发生伫咧公车顶的冲突。因为迫害座的问题，造成长辈和少年辈冤家的情形不时拢会发生，这也互民众对迫害座三个字有无共的感受。因为有些人看不出来他不舒服，那所以先改那个也没有不好。不认为说人家一定应该让。 不过，只是如果每个人能够有一个善良的心，看到人家真的有需要，让他们自己心甘情愿。为着要减少类似的争议，立法院维权委员会8日初审通过，甲迫害座改名做优先式，另外牌仔说明的部分也由原本的老人、囡仔、行动不便的人，修正做其他真正有需要的人。卫福部认为社会就应该爱互相斗相共、互相照顾的精神。卫福部绝对支持交通部的一个设计，特别是在 把博爱座扩大为优先席，我想这个部分是更加的能够代表我们社会爱与包容的一个现象。只是我觉得要有纷争，其实改什么名字都是会有的。我觉得还是博爱座比较好，那个名称听起来就比较温馨一点嘛。 针对是毋是要改名，民众有无共的看法？有民众认为，不管是要改做迫害座，也是优先式，加强教育和宣传，这是上重要的。卫福部也表示，未来会伫公共运输顶悬加强广播，提醒民众甲为让予有需要的人。另外，这款优先式的设置比例修法也定出来，袂当比专车座位数的15%更较低。希望透过制度和观念的推广，换来更较侪体谅和包容。记者第二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